宣道會鄭榮之中學創立於1984年，秉持愛神愛人嘅辦學宗旨，致力提供優質基督教全人教育，培育學生喺品格、學術、創意及領導力各方面均衡發展。學校積極營造英語學習環境，透過閱讀活動、話劇演出、境外交流同埋各類比賽，以拓展學生之國際視野。學生唔單止能夠展現才華，更加能夠培養責任感同服務精神，實踐心智更堅砥礪向前嘅教學理念。今年老師帶領同學參加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2025，成績斐然，中四級同學勇奪英文科狀元殊榮，並合共取得3金5銀4銅嘅佳績。同時學校同埋老師分別奪得狀元學府大獎同埋狀元之師大獎。而家有請沈啟成校長為我哋分享培育精英學生嘅教育理念，以及點樣營造優質嘅英語學習環境。大家好，我係宣道會鄭榮之中學嘅沈啟成校長。傳福音就係我哋嘅辦學宗旨，提供最優質嘅基督教全人教育。而我哋學校嘅簡稱係 CWGC， 每一個英文字母代表住我哋一個嘅對學生嘅期望。C 係 Christ Center， 希望大家愛神愛人。W 係 Willing to Learn， 篤志力學。G 係代表 Growing Together， 我哋一齊共同去成長。而最尾一個 C 咧係 Committed to Life， 係盡責同埋承擔。我哋希望每一個榮之人都係能夠喺呢個6年裏面成為一個愛神愛人、積極學習，而且對人生對生命係充滿盼望嘅一位年青人。其實喺過去幾年咧，我哋學校咧都係本住4個嘅發展藍圖去做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強化英語環境，第二個係培育創科人才，第三個係基督全人成長，第四係提升學術成就。唔單止係成績或者學術上面有提升，更加重要嘅能夠學以致用，成為一個咧愛神愛人之餘都能夠貢獻社會嘅年青人。我哋希望學生唔單止成為國家未來嘅棟梁，而係我哋希望我哋嘅學生喺今日已經肩負起重要嘅職責同埋責任，為社會作出貢獻。大家好，我係負責學務組嘅陳凱瑩助理校長。我都係負責學務組嘅林嘉琪助理校長。我哋鄭榮之中學喺課程設計上面咧，除咗一貫嘅拔尖保底嘅工作之外，我哋都好着重資優生同埋優才生嘅培訓。我哋喺唔同嘅學科上面都有一啲嘅叫做 Elite Nurturing Team。喺每一個學科入邊咧，我哋會發掘一班嘅尖子，會提供一啲唔同嘅課程啦，或者體驗活動俾佢哋，令到佢哋喺每一個學科嘅知識鞏固之餘，亦都可以係喺學術知識上面咧有所提升。而我哋咧亦都好着重跨學科嘅合作。其實我哋都會好着重個英文嘅語境，因為我哋相信英文嘅語境唔係淨係話英文老師嘅工作，而係學校每一位老師、每一位同學嘅出心出力，先至可以營造到一個英文嘅學習環境。我哋亦都獲得咗政府一啲嘅撥款，係關於初中生學習外語嘅課程，而我哋學校咧就選取咗西班牙語為我哋嘅學習課程啦。咁其實而家我哋中一、中二同埋中四嘅同學咧，都會可以有西班牙語嘅課程。咁啊，希望學生咧，除咗學習語言之外，亦都可以試下學習唔同地方嘅文化。咁希望可以增長翻學生喺世界觀上面啦，同埋學生喺一啲學習體驗上面咧，會更加豐富嘅。希望可以喺鄭榮之中學入邊建立到更濃厚嘅學術氣氛。除咗頭先 Miss Chan 講一啲 academic support 嘅範疇方面，咁咧我哋認為就咁齋講，大家要睇多啲書係唔夠嘅，所以我哋學校有唔同嘅措施去推動學生嘅閱讀風氣。譬如我哋會有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有1年1度嘅閱讀嘉年華 Reading Carnival。咁喺其中我哋有唔同嘅節目安排，譬如就係學生閱讀分享啦，又或者係有主題式嘅一啲閱讀活動，藉此鼓勵學生唔係淨係自己一個去做 reading， 亦都係可以同同學仔一齊共同進行 reading， 亦激發嗰個對閱讀嘅興趣。我係學校行政範疇嘅嚴盧美意副校長。我係學生成長嘅黃愛敏副校長。我係學生成長嘅黃希彤助理校長。老師團隊致力協助學生發掘佢哋嘅潛能，通過中1至中5級傑出學生選舉同埋校內畢業生大獎，辨識具領袖或者專項潛能嘅學生，繼而同學生建立 aim high reach higher， 心智更堅砥礪向前嘅共識。獲發掘嘅學生會進入唔同類型嘅培訓平台，例如今日學子明日領袖計劃採用理論加實踐嘅模式，透過領袖訓練營、行政課程同埋經驗分享，培養學生嘅責任感、服務精神同埋領導能力。而堅自肥企劃就以12 value， 即係12項核心價值為指引，由學生主導策劃活動同埋表演，訓練學生嘅創意、毅力同埋溝通能力，讓學生喺學業以外
身心社靈同樣獲得成長。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層次嘅舞台，喺校內，學生可以參與英語音樂劇同埋英語繽紛日話劇，將語言學習、表演藝術同埋國家安全教育融合。喺校外，我哋積極訓練學生參與唔同層次嘅比賽，例如唔同層級嘅傑出學生選舉、STEAM 嘅創科比賽、大灣區嘅音樂比賽、全國嘅鳳凰衛視花樣少年全國語言藝術賽、國際性嘅巴黎青年藝術空間國際兒童繪畫大賽等。呢啲舞台唔單止讓學生可以展現實力、擴闊國際視野，實踐 Aim High, Reach Higher 嘅學校核心目標。我哋嘅領袖培育亦係建基於一個可以持續傳承嘅文化。學校建立咗領袖同埋比賽梯隊嘅機制，讓高年級嘅同學同埋畢業生翻嚟學校擔任導師，帶領領袖培訓，同埋幫助啲學弟學妹準備比賽，實踐薪火相傳嘅教學理念。大家好，我係英文科主任陳可瑩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英文科副科主任麥劍儀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英文科副科主任馮思若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英文科負責對外活動嘅梁文樂老師。咁我哋英文科咧嘅課程特色裏邊咧，其實最重要就係有一個叫 English for Fun 嘅課程，咁係專係俾中一同學，而佢哋咧呢一科咧係唔使考試嘅，令到佢有多啲空間咧用外籍老師編寫嘅課程咧學一啲日常英語嘅。咁另外仲有就係我哋有兩位外籍老師咯，咁而兩位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哋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嘅同學，同埋喺初中嘅 speaking lessons 裏面咧可以將個師生嘅比例咧可以再較低啲，令到佢哋可以接觸老師咧係接觸得更加多嘅。除咗我哋一般嘅課堂會見到佢哋之外咧，其實喺課後佢哋亦都會舉辦唔同嘅英文活動，希望學生喺好多嘅平台或者機會咧可以接觸多啲英文。而除咗去提升學生喺英文上面嘅興趣之外，裝備學生去考試咧都係我哋重要嘅目標。我哋高年班咧會有唔同嘅聯校 exam practice， 希望咧可以同有效嘅同學互相交流。而喺校內咧，我哋都會分析學生喺唔同評估嘅成績，利用大數據去檢視學與教嘅質素，希望學生喺HKDSE 嘅公開考試上面會爭取更高嘅成績。咁我哋咧喺學校入邊咧，英文科入邊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平台咧，係俾學生去展現佢哋嘅英文嘅才華。我哋都會已經咧栽培咗咧好多 English Ambassador， 咁咧佢哋咧就會喺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裏邊咧就負責做 MC 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咧亦都參加咗一啲對外嘅比賽啦，例如係choral speaking 嘅比賽，令到佢哋咧有好多唔同運用英語嘅機會。咁我哋咧另外咧亦都會每一年咧都會舉辦一個 Drama Appreciation Day， 我哋咧就會帶全校嘅同學仔出去咧去參觀一個咧正式嘅英語話劇嘅。除咗剛才介紹過嘅校內培訓之外，我哋都經常帶同學出去參加各類型嘅英語活動同埋比賽啦。例如去澳洲、紐西蘭、新加坡等地嘅境外英語遊學團，參加校際朗誦節、英語廣播劇、寫作比賽、公開演講等等。同學喺呢啲活動入面，除咗可以提升自己嘅英語水平之外，仲會親身體會到英文唔單止係書本嘅知識，更加係幫助佢哋把握國際機遇嘅重要媒介。今次同學喺比賽入面勇奪狀元殊榮，我哋都再一次感謝主辦單位俾同學一個發展所長嘅舞台，為佢哋日後喺公開試同埋人生路向打好堅實嘅基礎。我哋期望同學再接再厲，發揮英語潛能，為自己創造更加精彩嘅未來。作為一個校長，肩擔住教育嘅重任，我對我嘅學生係充滿期盼。喺度咧，我都心願我哋嘅學生就好似我哋古人一句説話：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。只要我哋願意去發揮自己最大嘅優勢，我相信咧，天助自助者，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成功。亦藉住呢個機會咧，我都多謝我嘅教師團隊，佢哋係一班好專業嘅人才。所謂10年樹木，8年樹人，任重道遠嘅工作，繼續靠大家努力啦。